係阿覓周卓瑩。好，咁我介紹埋我隔離嘅樂手啦，樂手係 Tommy。Hello，Yes Station 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阿覓周卓瑩。今日嚟到美麗華呢度表演啦，咁咧其實我自己因為嚟過呢度好多次㗎啦，我已經成日睇到其他人喺呢度表演，心底裏咧都有一種渴望咧，係希望有機會到自己嘅。而今日咧，終於到我啦。咁除咗我嘅演出之外咧，同埋其他表演單位之外咧，今日有一個好靚嘅裝修，因為咧準備要新年啦，再加埋情人節咧，咁呢度咧有一個好靚嘅走廊啦，全部都係充滿住花嘅，所以我今日都唔執輸，我都着咗一個好可愛嘅裝扮嚟呢度打卡，係啦。如果大家要嚟打卡嘅話呢，記住要着到好似我咁，有啲彩色嘅感覺。新年嘅活動呢，呢個真係要同大家分享，就係因為我嚟緊呢將會出一首歌，咁嗰首歌呢，雖然係講愛情嘅歌，咁但係咧都希望大家喺新年嘅時候咧可以 keep 住聽，咁所以咧嚟緊嘅活動咧最主要就係要準備呢一首歌啦，再加埋呢首歌嘅宣傳工作嘅咁樣，咁但係當然啦，除咗出歌之外咧，新年就梗係要拜年啦，我係最中意新年嘅，又有利是拎又可以見到啲親朋戚友，係啦，即係我係啲好醫嘅人啦。咁所以咧，每年新年咧，其實我係好中意出街，我一定唔會有一日喺屋企出街，希望會有機會見到所有結婚嘅人士。係啊，因為獨立音樂人好辛苦㗎，要儲錢啊。係啊，就係咁啦。咁今年喺音樂上嘅發展，除咗我頭先講嘅歌曲之外咧，其實我今年嘗試咧會出國語嘅歌嘅，咁都係我以前從來都未試過嘅。而呢一首歌咧，仍然咧都係我自己寫㗎啦，更加咧係我自己填詞嘅，都係我第一次嘅嘗試。咁所以喺音樂上面咧，我就會覺得都試下填詞啦。咁不如都試下多啲唔同嘅東西啦。咁除咗呢一個音樂之外咧，嚟緊都plan to 出更加多唔同嘅音樂，因為上年咧其實我主要出咗一首比較唔開心嘅歌。咁但係今年覺得自己開心咗，希望我自己嘅音樂咧可以令到大家聽嘅時候咧都同我一樣咁開心啊！唔好太過唔開心啦，我哋嚟到呢個咁繽紛嘅地方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其實我今年咧都plan to 做一個 podcast 啦，因為我係一個好講得嘢嘅人嚟嘅，而我好多嘢想講，有好多諗法想分享，咁所以今年都會邀請一啲嘉賓啦，可能係歌手嘅朋友或者藝人嘅朋友啦，甚至乎可能之後我自己希望啦，可以揾到一啲我完全唔認識嘅人上嚟我嘅 podcast 同我傾偈嘅，所以大家記得要密切留意我嘅社交平台啦。